接下来又带子你个美食档期。国庆的特别节目及苏州317/3.6，天天换着花样进来教导你苏州的3吃。反正后来是么肚皮里向好事也做囊了海。那么现在嘛，这个陆燕华搭档嘛讲你去今朝，你来看看啊，你都要教导啥个海吃么子呢？昨日子带你搭大家家来子一台四花三毛，今朝呢要带大家来玩玩开皮，还是当浪平华街的搿一般点心店里向。那今朝呢要请到大家吃的第一个点心噻，何老师啊？啥物事家？一只猪油豆沙大包。猪油豆沙包司空见惯，但这个叫做猪油豆沙大包，莫非做得非常大？那么是大包呢不大个，因为为啥呢？呢，太多事情可以吃不落个。那么现在呢，比中包大点，比大包小点。原来啊，所谓大包只是一个说法，其实也就是一个大中包。而这个猪油豆沙大包这么有名，奥秘就在于它的馅料猪油豆沙里。豆沙也好吃，插头是关键。本身先插头也先得好，插头拿走了以后要打，打之后要浸，浸好以后是沤，或者说是蒸。那么沤的辰光呢，要把一定的水分，沤来以后就是打插头一个配比。也相当重要，是2斤糖、2斤插头，再把半斤猪油下去，剁好以后，那么要慢慢加熬，哪样子熬？你像味道。先放油，先放油。你先放豆沙锅容易焦底的。刚刚油还在，那么先放油，然后豆沙下去，然后再放糖。你擀那个皮子的时候。中间不能擀得太薄，要边上薄一点。中间太薄了呢，一包以后它容易穿掉，在笼上蒸以后也容易穿掉。你看每一个皮子中间都是高一点点的。这个凸出来的，边上薄薄的。苏州小吃的精细体现在它的制作工艺上。猪油豆沙大包做好后，外面还要剪花。这个旁边才是好，但是不是水工业出来的。是用一只。这么是一只专用工具剪出来的，剪出来是剪花大板，叫剪花大板。那么这个剪花大板呢，有点技术性的，你剪得轻，画不出来，你剪得容易抽出，你还要试试看。我试，原来是试试看啊！干嘛？说是就是，陆艳华从小就是心灵手巧，相信前出的花也不会太摊台。哎呦，不来。可以，买好了，买好，60分。哎呦，但是，不来，我可以啊！这个我也买好了，你这个也你再搞我去的看去。我也没看上。师傅家个呢，那个细的来是，我家个呢这个距离太超载是，那个呢师傅呢家出来个是线条，我家出来个呢是丫头。不管是小姐还是丫头，包子做好之后一律都要带点妆。这样当中要点红格。这个点红的呢，有出点的。可以哇，叫红云当头。红云当头看可以吃。吃子你个馒头呢是干哈用？是吧？那么你苏州人有句闲话，吃馒头么是叫兴隆是吧？对，兴隆啊。那么这个锅上面要馒头了干。对。那么这个先吃馒头么是先兴隆后干法。那么先吃干么这个先干法后兴隆，是吧？对。我咋个做不着？搿说再吃法还搿种啊？你看到人家个花，匀个，男人现在不花的变。对。啊，我讲花了那个。搿张馒头就像搿张。是的。我一个叫食材是啥？食材是啥对个？那个。还还了哦。没哈。好吃。
一直绑，一直绑，一直绑。包子的外形虽然良莠不齐，但里面的馅料、外面的皮子绝对是差不了。但是包子再好吃，肚子总是有限的。刁老韩和陆艳华2个人消灭这么大笼包子，怕是有点问题。但是包子打包回去，还能保证有这么美味吗？不是有句闲话，叫吃笼馒头回笼干。这个馒头嘛，一热水锅汤，蒸出来吃。干嘛回蒸？干嘛回蒸这么一蒸一下吃。一般馒头三个重新像肉馒头呀回蒸之后呢，里向个老嘛500在，吃上去个皮子嘛烂渣渣在。那么像埃个馒头，我带买过去吃，我叫是毛店做起，再蒸还有问题呢？没问题的，这个豆沙馒头，第一个馒头可以回蒸的。因为你肉馒头一回蒸以后呢，容易把搿只皮子吸脱的。因为你搿只盖头比较松，不分细面的，搿个叫活面。活面嘛啥个讲究？活面嘛就是里向有盖头的，或者发豆沙馒头主要的搿只豆沙一定要炒得浓。对的。不能有口感味道。对的。甜度要适中，因为现在的人不可以就是太甜。对。但是现在搿只馒头里向呢，而且都是隐隐要有一点桂花香。啥个意思呢？包括桂花干。桂花生在桂花园，桂花有的。皮子好，豆沙妙，再加点桂花就更加呱呱叫了。老师，那么我到吃的真的还吃。还是蛮灵啊。那么那2张，对不起的，等下么我倒走去找啊。哈个。民生在线记者报道。吃子回忆到来，看上去真的是蛮好吃的。那做美食节目么顶顶开心，不然我只有得看没吃的呢。接下来又带着你的美食档期。国庆的特别节目及苏州3一73天6，天天换着花样进来教咱你苏州的3一7。反正后来是么肚皮里向好些还做囊了海。那么现在么，这个陆燕华搭档么讲你去今朝，你来看看啊，你都要教咱啥个好吃么子呢？昨日子带你搭大家家来子一台四花三毛，今朝呢也带大家来玩玩口味，还是当平华街的搿一般点心店里向。那今朝呢也请到大家吃的第一个点心在，魏老师啊，啥么子家？一只猪油豆沙大包。猪油豆沙包司空见惯，但这个叫做猪油豆沙大包，莫非做得非常大？那么是大包呢不大个，因为为啥呢？呢，太大资金可以吃不落个。那么现在呢，比中包大点，比大包小点。原来啊，所谓大包只。好吃。一直绑，一直绑，一直绑。包子的外形虽然良莠不齐，但里面的馅料、外面的皮子绝对是差不了。但是包子再好吃，肚子总是有限的。刁老韩和陆艳华2个人消灭这么大笼包子，怕是有点问题。但是包子打包回去，还能保证有这么美味吗？不是有句闲话，叫吃笼馒头回笼干。这个馒头嘛，一热水锅汤，蒸出来吃。干嘛回蒸？干嘛回蒸这么一蒸一下吃。一般馒头三个重新像肉馒头呀回蒸之后呢，里向个老嘛500在，吃上去个皮子嘛烂渣渣在。那么像埃个馒头，我带买过去吃，我叫是毛店做起，再蒸还有问题呢？没问题的，这个豆沙馒头，第一个馒头可以回蒸的。因为你肉馒头一回蒸以后呢，容易把搿只皮子吸脱的。因为你搿只盖头比较松，不分细面的，搿个叫活面。活面嘛啥个讲究？活面嘛就是里向有盖头的，或者发豆沙馒头主要的搿只豆沙一定要炒得浓。对的。不能有口感。不管是小姐还是丫头，包子做好之后，一律都要带点妆。3月当中还点点红的。搿个点红的呢，有出点的。搿有啊。叫红云当头。红云当头看可以吃。吃子你个馒头呢是干哈用，是吧？那么你苏州人阿拉有句闲话，吃馒头么是叫兴隆阿拉。对，兴隆啊。那么这个巴上面有馒头了干。对。那么这个先吃馒头么是先兴隆后干法。那么先吃干么这个先干法后兴隆，阿拉侪对。
啊？这个我咋个做个讲？搿啥再吃饭搿啥啊？你看到人家个花匀个，那个现在不花的变。啊，我讲花了海来看了。搿张木头就像搿张。是的啊。我一个叫蔬菜是哎，是菜是香对个，那个。啊，为啥呢？啊，没哈。苏州小吃的精细体现在它的制作工艺上。猪油豆沙大包做好后，外面还要剪花。搿个旁边侪是花，但是风水工匠出来的。啊。是用一只。哦，哎，咱们是一只专用工具剪出来的。剪出来是剪花大板。叫剪花大板。那么搿个剪花大板呢？有点技术性的。你剪得轻，花不出来；你剪得容易抽出。你还要试试看。我试。原来是试看的。试试看啊。干嘛？说是就是。陆艳华从小就是心灵手巧，相信前出的花也不会太摊台。哎呦，不来，可以，买好了，买好，60分。哎呦，但是，不来，我尝不得了。可以。啊。这个我已经买好了，你提着了呀？你再赶我去你看去。我也没看上。师傅家个呢那个细的嘞，是吧？我家个呢这个距离太超载了。那个呢师傅呢家出来个是线条，我家出来个呢是丫头。只是一个书法，其实也就是一个大中包。而这个猪油豆沙大包这么有名，奥秘就在于它的馅料猪油豆沙里。豆沙也好吃。插头是关键，本身先插头要先得哈，插头拿走了以后要打之后要浸好以后是沤，或者说是蒸。那么沤的辰光呢，要把一定的水分沤来以后，就是打插头的配比也相当重要，是2斤糖2斤插头，再把半斤猪油下去，剁好以后，那么要慢慢加熬，哪样子熬，你像味道。先放油。你你先放豆沙锅容易焦底的。那鱼还在，那么先放油，然后豆沙下去，然后再放糖。你擀这个皮子的时候，中间不能擀得太薄，要边上薄一点。中间太薄了呢，一包以后它容易穿掉。在笼上中以后也容易穿掉，你看每一个皮子中间都是高一点点的。这个得出来的，像豆皮边上薄薄的。原来啊，所谓大包只是一个说法，其实也就是一个大中包。而这个猪油豆沙大包这么有名，奥秘就在于它的馅料猪油豆沙里。豆沙也好吃，插头是关键，本身先插头要先得哈，插头拿走了以后要打之后要浸好以后是沤，或者说是蒸。那么沤的辰光呢，要把一定的水分沤来以后，就是糖插头的配比也相当重要，是2斤糖2斤插头，再把半斤猪油下去，剁好以后，那么要慢慢加熬，哪样子熬，你像味道。先放油。你先放豆沙锅容易焦底的。那鱼还在，那么先放油，然后豆沙下去，然后再放糖。你擀这个皮子的时候，中间不能擀得太薄，要边上薄一点。中间太薄了呢，一包以后它容易穿掉。在笼上中以后也容易穿掉，你看每一个皮子中间都是高一点点的。这个得出来的。我家个呢这个距离太超载了。那个呢师傅呢夹出来个是线条，我夹出来个呢是丫头。不管是小姐还是丫头，包子做好之后一律都要带点妆。这样当中还点点红的。这个点红的呢有出点的。可以哇。叫红云当头。红云当头太可以吃。吃子你个馒头呢是干哈用，是吧？那么你苏州人有句闲话，吃馒头么是叫兴隆，对，兴隆啊。那么这个锅上面有馒头了干。对。那么这个先吃馒头么是先兴隆后干法。那么先吃干么这个先干法后兴隆，对。
家，我咋个做个家？搿少再再发那个招啊！你看到人家个花，匀个，那个现在不花的变。啊，我讲花了黑那个呢。搿张木头就像搿张。真的啊！我一个叫食材是哎，是菜是香对个，那个。啊，为啥呢？哦，啊，没哈。好吃。一直放。包子的外形虽然良莠不齐，但里面的馅料、外面的皮子绝对是差不了。但是包子再好吃，肚子总是有限的。刁老韩和陆艳华2个人消灭这么大笼包子，怕是有点问题。但是包子打包回去，还能保证有这么美味吗？不是有句闲话，叫吃笼馒头为笼干。这个馒头嘛，一热煮过汤，对，蒸出来吃。干嘛回蒸？干嘛回蒸这么一蒸一下吃？一般馒头三个重新讲肉馒头呀，回蒸之后呢，里向个肉嘛5百在，对个，吃上去个皮子嘛烂渣渣在。对个。那么像埃个馒头，我但没欢喜吃，我假使毛点做起，再蒸还有问题呢？没问题的，这个豆沙馒头。第一个馒头可以回蒸的，因为你肉馒头一回蒸以后呢，肉也把搿只皮子吸脱的，因为你搿只干头比较松，不分细面的，搿个叫活面。活面。接下来又带子你个美食档期，国庆的特别节目及苏州317、3天6，天天换子花样进来教咱你苏州的317。反正后来是么肚皮里向好些还做囊了海，那么现在嘛，这个陆燕华搭档么讲你去今朝，你来看看啊，你都要教咱上个海吃么子呢？昨日子带你带大家家来子一台时花3毛，今朝呢也带大家来玩玩开胃。还是当浪平华街的搿一般点心店里向，那今朝呢也请到大家吃的第一个点心站，何老师啊？啥物事讲？一只猪油豆沙大包。猪油豆沙包司空见惯，但这个叫做猪油豆沙大包，莫非做得非常大？哎，那么是大包呢不大个，因为为啥呢？你呢太多事情可以吃不落个。对。那么现在呢比中班大点，比大班小点。像豆皮。边上薄薄的。苏州小吃的精细体现在它的制作工艺上。猪油豆沙大包做好后，外面还要剪花。这个旁边才是花，这是风水工匠出来的。是用一只。这么是一只专用工具剪出来的。剪出来是剪花大板。叫剪花大板。那么这个剪花大板呢，有点技术性的。你剪得轻，花不出来；你剪得容易抽出。你还要试试看。我试。原来试试看的。试试看啊！干嘛？说是就是。陆艳华从小就是心灵手巧，相信前出的花也不会太摊台。哎呦，不来！可以。买好了还。好，60分。哎呦，但是。不来，我尝不了。可以。这个我也买好了还。你咋了呀？你再搞我去那去。我也没看上。师傅大哥呢，那个细的嘞，是吧？